你好，1月11號星期日，後頭做物財經頻道輕鬆掌握財經動態。港股響美股回升同埋 A 股做好嘅情況之下，本周嘅港股回調2日之後就止跌回穩，只有周末之前投資者嘅入市態度比較謹慎。恒生指數全周係上升 0.41%。星期五嘅香港恒生指數收於 26,231 點，夜盤嘅時候期貨收於 26,408 點，高水176點。美股嘅ADR 運算，恒生指數係收於 26,286 點，高水54點。響月線圖同埋季線圖嚟睇嘅話，恒生指數已連續多個月都係運行於25,000點至到27,000點一個框架之內。根據行為金融學嚟判斷重複性嘅機率嘅話，推算本季度有一定嘅下行嘅風險。星期五 A 股市場迎嚟咗一場激動人心嘅開門紅， A 股市場以 3.12 萬億元嘅成交額創下咗歷史上嘅第5次單日突破3萬億嘅紀錄，滬指同步企上咗4100點，並且實現咗16連陽。滬指好似脫韁嘅野馬般高開高走，一舉咁突破咗4100點，成交額時隔73個交易日再次咁突破3萬億元嘅大關，創下咗歷史上嘅第5高嘅紀錄。投資者嘅情緒被徹底嘅點燃。滬指自2025年12月18號以嚟已經實現咗16連陽，刷新咗歷史嘅連陽紀錄。本周累計漲幅去到 3.82%， 滬深兩市成交額去到 3.12 萬億元，周成交亦都再次突破咗10萬億元，達到14萬點26萬億元。僅此2025年8月份最後一個星期嘅 14.92 萬億元，成為咗歷史上嘅第2大嘅周成交量。中國國家統計局嘅數據顯示，2025年12月份嘅 CPI 同比上升 0.8%， PPI 同比降幅收窄咗，表明咗經濟企穩向好嘅趨勢。政策方面，金融監管機構推動券商併購、放寬險資權益配置嘅比例等等措施，為市場提供咗流動性嘅支援。高盛響1月5號嘅報告之中建議高配中國股票，預計2026年同埋2027年每年都可以升到 15% 至到 20%， 並且將滬指嘅今年內嘅區間操算去到4564點到4762點。展望1月份 A 股延續上行嘅趨勢，繼續咁演繹春季攻勢嘅概率比較高，特別係喺政策面同埋基本面嘅支撐之下，市場有望延續震盪上行嘅趨勢，但係需要警惕外部嘅流動性嘅風險。資金對於春季擾動已經達成咗高度嘅共識，當前嘅3萬億成交屬於量價配合，而唔係天量嘅滯脹，同歷史頂部嘅信號有本質嘅區別，但係需要警惕高位嘅板塊回檔，但後續嘅量能跟唔上嘅話，市場或者會出現階段性嘅調整。根據 BCA 嘅研究，儘管人民幣近期升值，但係響2026年第一季度仍然可能會面臨住對於美元嘅回檔。BCA 嘅分析師就話，中國第一季度嘅經濟表現同埋財政刺激措施可能會令到市場嘅預期失望，直到最近嘅人民幣升值越嚟越容易響短期之內回檔。呢個機構就預測到2026年嘅年中，中國政策制定者將會明顯嘅增加刺激嘅措施，呢應該會支持人民幣嘅復甦。BCA 預計響未來1到2個季度之後，人民幣對於美元嘅升值趨勢將會恢復。呢將會得到北京戰略優先事項轉變嘅支持，以及佢哋認為嘅美元結構性下行趨勢嘅支撐。美股三大指數本周都係錄得漲幅，標普500指數本周上升咗 1.57%，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升 2.32%， 納斯達克指數上升 1.88%。本周嘅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同埋標普500指數都係創歷史嘅收盤新高。機構就話，12月嘅美國就業市場低招聘、低裁員嘅狀態仍然持續緊。一方面，失業率超預期咁回落去到 4.4%， 中斷咗持續回升嘅勢頭，但係另一方面，
新增嘅就業就仍然呈現出放緩嘅趨勢，後續嘅年度修正或者有進一步嘅下調。向已經連續3次嘅減息並且失業率未進一步走高嘅情況之下，1月份嘅美聯儲仍然有時間同埋空間選擇暫停減息，進一步強化咗市場對於美國就業市場正處於低招聘、低裁員狀態嘅判斷，提升咗經濟有望陷入衰退嘅信心。根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嘅美聯儲觀察工具，市場目前預計美聯儲響下一次會議上減息嘅概率只係5%，而前一個交易日呢一個概率係11%。不過市場嘅整體仍然預計美聯儲會響今年最少會降息2次。星期五嘅時候，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話1月30號可能會再次咁發生美國政府停擺嘅情況，將會拭目以待。隨住過去1年嘅金價大幅咁上升，以及各國央行大舉嘅買入黃金，或者已經超越咗美國國債，成為咗全球最大嘅儲備資產。假設到年底嘅時候，各國央行持有嘅黃金儲備規模唔變嘅話，以年底嘅價格計算，美國海外全球嘅官方黃金儲備價值為3.93萬億美元，已經超越咗海外官方所持有嘅美債規模。中國央行已經連續14個月增持黃金，2025年嘅全年黃金儲備已經增加咗86萬盎司，黃金儲備達到7415萬盎司。中國官方所公布嘅11月份人民幣印鈔速度年化增長率係8%，即係話你手頭上嘅1萬蚊每年少咗800蚊，購買力點先再得分？一齊探討下今朝嘅經濟狀況。星期五收盤嘅時候，上海證券指數收於4120點，連續4個星期嘅上升，本周就升咗52點。香港恒生指數收於26231點，本周跌咗107點。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於49504點，本周跌咗1122點。美元創人民幣盡量價報6.9784，創1美元連續7個星期嘅下跌，本周就跌咗147幾點。紐約黃金報4519.26美元一盎司，本周升咗179.58美元。紐約原油報58.72美元一桶，連續3個星期嘅微升，本周就升咗1.33美元。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報4.171，本周就跌咗18個基點。香港考得中文財經頻道，我哋嘅理財風格測評服務助理，家庭保障投資理財，事業發展更上一層樓，祝你事業運轉，鴻運當頭。